電影裏面嘅侏羅紀世界復活啦，恐龍嘅戰場出現啦，設定底座，直線攻擊，轉動底座，旋轉攻擊，恐龍們出嚟戰鬥啦 ！Round 1， 用一個旋轉攻擊 ；Round 2， 用一個直線攻擊 ；Round 3， 到底邊個會贏呢？莫薩龍亂入戰場，仲有嚟自空中嘅襲擊，海陸空恐龍大戰。使用戰鬥卡，仲可以激活好多唔同嘅遊戲。快啲一齊嚟探索 Anya 嘅侏羅紀世界啦！